团七九。哦。现在你在上面，我是感谢你，我是小妹，咱这个礼拜有咱真侪祭司，真侪师傅，真侪师傅帮咱的一些事办一日，有敬畏你的心的囡仔，因为真侪到会的恩嘛，真侪上帝会讲，我们今仔日的礼拜，阮所交代的圣经的故事，根据上帝你的圣经，通过因所献的这个故事。会当反映教会对上帝的主权的敬畏，以及你对上帝我的教会内面对上帝何等奇妙，你是认为还袂明着即种的社会甲政治的制度的时，你就通过你家己的启示，互人类通去解释，我们应用你的上帝帮助，阮通过今仔日的礼拜，阮对着上帝的智慧来谦卑甲注意同工，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所有参与的事奉的。请把你的手中，恳求主你通过因的意见、诗歌来表达上帝你的话，阮将将因交到你的手，由上帝你接纳因的后代，我来祈祷我们所圣名。阿门。七九。团七。
甲你拼的人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真欢喜。自从我去做兵了后，我就足久无带歌嘿。啊，今日伫这青年主日遮，我阁会使来做伙甲大家唱歌，嘿，我真欢喜，嘛真欢喜。阮遮细汉弟弟妹妹，即礼拜阮的夏令爷就是赞啊，一个字赞啊，嘿啊。好，安尼咱即马三个来做伙来敬拜。咱的手前来敬拜，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咱的礼拜。咱做伙来手前来敬拜。接下咱的手，我们呼求。主啊，细囝当心伫你的面前，求你亲自降临伫咱的中间，互咱的心单单就是跟随你。
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唱我们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听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福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啊，咱感谢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听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
够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欢迎你，复兴这地。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接续咱来做一个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今天主日的礼拜，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深深地渴慕你，深深地呼求你，求你亲自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再次看见你的复兴与大能。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这间教会，如同涌泉般浇灌在我们每个的会友心中。因为这间教会是属于你，我们也是属于你的儿女，你的恩典一定会伴随着我们直到永远。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深深的呼求你，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的名求，阿们。接续最后一首，咱来唱主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生命再次绚丽，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依旧虽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依旧虽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圣灵啊，圣灵啊，求你来，主啊，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痛苦。无论谁你叹息，亲自为我代
察，你检查我的心，是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地，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请咱备办心，准备来咱的礼拜。大水了后，上帝祝福拿阿甲伊的囝。人开始闹得起来，因聚集做伙，生活安定。因起一座城，人类愈来愈骄傲。因决定起一座塔，塔悬到拄天，因想要看到上帝。
阮在中午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领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伊。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圣诗第173首，圣诗第173首。上帝只是临在，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同心敬拜，请起立因全首。
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咱即马来启应文第3篇，诗篇第8篇，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是全地到遮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你要互对德甲保阮的象征。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看顾伊。你互伊比天使梨仔较输。搁赏赐因阳光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下骹的，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内的鱼，甲紧若经过海面的路的。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是全地到遮悬大。圣诗第115篇，圣诗第115首。我心仰望是你宝价，我心仰望是你宝价，请一个音全首。我
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疼痛甲恩典，引带阮的每一天，赐予阮智慧甲气力，帮助阮伫困难中保持信心。愿阮的一切所行所做，拢会当荣耀你的名。请保守阮的亲人甲朋友，赐予因平安甲健康。阮将所有挂虑交托予你，愿你的平安充满阮心。伫即个礼拜，阮举办夏令营，感谢你伫活动中的每一个时阵甲阮同在。阮为每一个参加的囡仔甲青年献上感谢，感谢你，予即届活动会当顺利完成。主啊，愿阮伫夏令营中所学到的信用甲真理，会当伫阮的心中定根发芽结实，予阮更加信靠你。愿阮会当伫你的疼痛中成长，成做伫光明的囝儿。请继续引带阮的生活，搁保守阮的心灵，嘛请赐福予所有为夏令营中付出辛苦的每一个人，予因伫服侍中得到你的欢喜甲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阿门。上帝讲，人类竟然骄傲甲安尼，我去变乱因的口音，互因分散到全地。恁是咧讲啥？恁倒是咧讲啥物啊？恁是咧讲啥？恁倒是咧讲啥？因是咧讲啥物啊？我哪会拢听无？恭守上帝的话，创世纪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约翰福音第17节第17章第1节到第6节。창세기 11장 1절부터 5절까지. 땅 위의 모든 사람들이 한 가지 언어를 쓰고 있었습니다. 사람들이 동쪽으로 옮겨가며 시날 땅에서 평야를 발견하고 그곳에서 살았습니다. 그들이 서로 말했습니다. 벽돌을 만들어 단단하게 꽂자. 그러면서 그들은 돌 대신에 벽돌을 쓰고 흙 대신에 역청을 썼습니다. 그들이 또 서로 말했습니다.
우리의 성을 세우자. 그리고 꼭대기가 하늘까지 닿는 탑을 쌓자. 그래서 우리 이름을 널리 알리고 온 땅에 흩어지지 않도록 하자. 여호와께서 사람들이 쌓고 있는 성과 탑을 보려고 내려오셨습니다. 아멘.第60集，耶和华讲：看，遮个百姓拢合一，言语也这样。现今已经起手做即个事，以后因所要做的无一项会禁止。来啊，咱落来去，伫遐拍乱因的口音，互因的言语大家袂相通。对安尼，耶和华互因对遐信线伫全地，因着天光无去迄个城。所以，迄个城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伫遐拍乱天的言语。耶和华互人对遐四散伫全地上。山者是约翰福音17章第1节到第6节。Pathian thu thiang hlim lo ngai thlang u Johanna bungsom pasari chang khatatanga chang ruk chung thu chu Isu na soya tin van badakin kapa ahuna thlengta ifapa choi moiro fapa in a choi moi nan che khatia mi zong zong chunga thu neya isiam khan anhena ipek apiang te chu chatu na nun na apek thei nan hei hi chatuana nunna ani nang pathian tak chau le itiri su Krista hriat hi nang in thil ti tur mi pek kha katizawa khovela ka choi moi to che o kapa khovel om ma inhena moina ka nei khan tuna nang ma nen nge ya mi choi moi ro nang in khovel zinga chuak mi te ke mi pek ne na khan I ming ka tilang ta anni chu ita anni kha nangin anni chu keimi pe ani anni chuan ithu an zom ta amen. Let's pray. Olal pa kan pathian min mangai tu voina in khom na hun thatak mai min pe ka wangin kan lom alom thu kan thrila che kan in khom na tharau thiang limin min tel puila I minga kan thil ti engkim te iro puinan mangang che ifa pa Isu Krista mingin kan dile amen.讲到奉互上帝对咱得到荣光，请曾牧师。所听的姊妹，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真特别的礼拜。咱有无同款的语言，对无同款的国家来的代表，咱也要伫上帝的面前来认捌。上帝伫圣经内底，伊所想出一个真特别的文字。就是一个多元的语言、多元的文化，咱同心用祈祷来开始。万关的上帝，阮感谢你，对圣经阮看见上帝你创造天地、创造人类、创造国家、创造社会制度。你想做人类，毋是一个统一单一，你想做人类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因为你是一个充满全能的上帝，你是一个万行的上帝，所以伫你有各种多样化、无共款的水。我们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亲像主耶稣讲：爸啊，请你荣光你的囝儿，也愿你的荣光、你的囝儿所做的会通荣光你的名。愿天父上帝帮助阮，会通追求一个真正有价值、佮有伟大的生命。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是咱的教会青年的夏令营的结束。咱每一年伫即个礼拜，咱拢会互青年来举行青年的主日，互青年学习来参与伫礼拜的执行。伫今年陈牧师有甲青年参详来选择即个巴别塔即个故事。
来做因的主题。为什么？因为今年咱有爱立台湾的青年，因伫咱的中间，因对密苏南来，阁有对韩国来，阁有就是原住民的神山教会南部，有家己咱本地遮的青年。虽然毋是全世界各种的国家拢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凸显因的文化甲语言，但是因为咱是来自无共款的语言甲国家教会，所以咱牧师经即个巴别塔的故事，即个故事对咱来讲，咱多数的人拢真知影即个故事。即个故事的重要性是伫上帝创造的故事内底最重要的一个结束，毋是结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巴别塔的故事是记载伫第10章创世纪。创世纪是一个，特别是对第1章到第11章，是一个真歹了解的故事。因为伊咧讲起上帝创造万物了后，后来有挪亚有大水。这个故事是记载伫迄个大水结束的事。所以今仔日个故事到底要甲咱讲甚物呢？咱的青年因用戏剧来表达因对这个圣经的了解，确实因表达了真清楚。人的骄傲想要做一个象征性的图腾，伫人类追求家己的能力、甲伟大、甲贡献，常常咱看到无共款的国家有起坐无共款的巴别塔，每一个人类想要伟大，嘛拢会安尼追求，讲我心中要有一个荣光我家己的名。这有啥物唔好吗？上帝是安怎遐尼小气？上帝是安怎遐尼小气？伊敢袂看到人好，伊就怨妒吗？各位兄弟，毋是。上帝毋是看袂得人好，嘛毋是看袂得人伟大，毋是。因为这个故事咧讲起上帝创造的主权，愿我会当有较长的时间来甲咱做伙深思这个故事。互我简单来讲。人类有真侪无共款的古早的国家甲文化，但是圣经的故事真要紧，就是对两河流域，就是对伊朗、伊拉克吼，这个绿色的所在大概就是今仔日的伊拉克的土地，黄色的大概就是伊朗。这个土地对于这个粉红色，一直这3个色的内底，这个土地咱叫做中东。伊基本上伫咱的历史甲地理，咱甲伊称为两河流域、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所在是一个真肥的所在，因为2条大河灌压过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土地伫古早是一个古文明。咱来讲古巴比伦的文化甲楔形文字，就全世界有4个真要紧的文明，其中一个就是这。兄弟姊妹，圣经的故事为什么单独用这个所在？我嘛唔知，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1章甲11章上歹解说的所在。但是拄伫这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叫做阿卡德。阿卡德这个所在就是伫大水，挪亚做大船，伫大水了后，这个阿卡德就是挪亚的3个囝。我唔知恁有看见今仔日出来第1幕就是挪亚带3个囡仔，闪、含因3个囡仔。所以，伫即个阿卡德基本上，因所讲的话，就是挪亚的囝的言语，所以叫做闪语。伫古早的文字，伊叫做闪语。今仔日即个巴别塔，即个巴别即个字，基本上就是挪亚因当时所讲的话。后来经过10代，挪亚闪的后代，闪的后裔，经过10代，甲咱一个作色的人，伊叫做亚伯拉罕，所以圣经的故事就对这个所在起源。亚伯拉罕通讲，伊嘛是住伫这个阿卡德这个附近，然后才慢慢往东北走，然后对上顶悬的迄个绿色的顶尖迄个所在，才往南走，来到迦南地。这大概就是历史的上帝创造的伊的百姓，伊迁徙移民的所在。今仔日的故事，伊最主要咧讲啥？圣经把巴别这个字改变做扰乱、混乱，但是这个字基本上伫原本圣经的话，伫挪亚的时阵，因咧讲巴别这个字，介简单的巴，这个巴这个意思就是门，L 后壁这个字尾其实就是上帝，
意思巴别嘛会通讲，就是上帝的梦。人类这个故事咧讲起人的本性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天性。人天生有一种追求伟大荣光的本质，所以每一个人拢爱互看见伊的成就，每一个人拢期待伊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愿咱对今仔日的故事，咱学到什么种的圣经的信仰的功课？我要甲咱讲，咱通因为上帝，咱通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会当活出一个真特别，choose to be great, what is wrong？ 这个故事咧讲起，当人期待真做一个有伟大、有荣光的这种的心愿，安尼敢有啥物唔对？所以巴别塔的故事最重要咧讲的就是，人追求成就、追求伟大，伊的动机甲伊的目的真重要。一个人的动机若是自私，一个人的目的若是为着家己，这种的伟大就毋是上帝看做好的伟大。所以巴别塔伊无否定人才最伟大通荣光上帝。所以今仔日牧师引用着约翰福音17章对第1节到第6节，基本上兄弟姊妹，我要邀请恁倒去了后，恁若愿意，用安静的心，甲约翰17章规章对头到尾读好了。因为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伫最后要离开世间之前，伊为着世间人的祈祷，咱通听到伊伫迄个所在为着伊的学生所留落的约翰福音17章这段祈祷文，伊为着咱的祝福，对伊的学生到咱。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有讲到一项，伫约翰使徒约翰看作真宝贝。耶稣伊的生命最要紧的特质，就是归荣光予天父上帝。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用这2段的故事放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要互相祝福。愿咱做兄弟姊妹无看轻咱家己，愿你的囝儿，愿你的囝孙，愿你将来你的囡仔，因会通做一个真有价值的事。Choose to be great， 意思就是真做一个有价值的人，通荣光上帝。若无主耶稣，若无上帝荣光，人的荣耀永远毋是一个完全的荣耀。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对咱来讲话。我头一个要甲咱来做伙思考的就是人的本性。人拢想要赚大钱，人拢要考好的学校，人拢想要开公司，人拢想要伫一个公司、一个制度、一个阶级的中间，真做一个领导者，追求伟大甲荣耀。如果你的动机若是好，上帝祝福；如果你的动机若是毋对，上帝就该扰乱。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上帝就该扰乱。其实上帝毋是嫉妒，上帝是要互伊的创造，成做一个多元的世界。多元的语言后来是为着要传上帝福音到天边海角。今仔的故事毋是结束，今仔的故事一直行过差不多3000年前，2000年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恁会记得伫新约中间使徒行传有记载，耶稣讲恁就伫耶路撒冷听候，因为圣神要充满恁。恁会记得迄段故事吗？迄段故事咧讲起五旬节圣神充满耶稣的门徒的时，第2章记载这个故事，使徒行传第2章。伊讲起，当圣神像钱降临伫众人的中间，各人就讲出无共款的腔口，无共款的口音。照着迄个讲法，就是讲无共款国家的语言。然后路加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中间讲，伫当时耶路撒冷有真侪对逐所在来无共款的民族，因感觉奇怪，为什么这群人因所讲咱的母语呢？上帝圣神互耶稣的学生有能力讲无共款的语言，所以多元的文化是上帝创造看做好。咱倒来读今仔日这节的圣经，伊伫这个所在创世纪11章，是整个上帝故事的结束。拄则牧师有简单甲咱讲，创世纪第1章甲11章，介简单来讲，伊毋是人类历史，真实实在在的历史的记载，毋是。所以经过真侪考古的
才会研究的圣经学者，因想要拼凑出来上帝伫圣经的创世纪第1章甲11章所讲即个创造的过程。有人咧想讲，那只大船后来落停雨停了后，即只船到底留伫啥物所在？所以后人全世界拢咧找迄只哪阿的大船。咱拢想要将圣经的故事甲伊拼凑出来，真正人类的历史，但是真困难。因为上帝启示互摩西知影，这段创作的故事基本上伊是一种神话性，意思就是一种用神圣的语言，用一种信仰上的角度咧讲的历史，毋是人类历史册顶悬写的A、B、C 安尼一步一步，毋是安尼。但是其中一句话，《创世纪11章第4节，伊安怎讲？一定骄傲的人，哪阿是一个甲上帝同行的人。伫创世纪第1章甲12章内底讲到2个人，圣经形容讲，因是一个谦卑甲上帝同行的人。其中第一个就是以诺，第二个就是拿阿，与神同行。所以有人咧解说这段话咧讲起。伊的爸爸拿阿是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后来伊的子孙变做与神同行。你讲牧师这什么意思？与神同行跟与神同行是共汉字写起来是共款。甲上帝同行，迄个行走的行，伊会当破音字读做啥？行，一行五一行五，一行。意思就是我代替上帝，我甲上帝共款同职业。我要有能力甲上帝做创造者，与神同行跟与神同行。当然圣经无安尼解说，这是咱用以字取字去解说。但是伊会当真解说讲，伊的老爸是一个谦卑甲上帝同行的拿阿、闪含伊的囝儿孙。后来有一种的骄傲，虽然想要追求伟大，这个动机若毋对。伊最重要的动机，伊是写伫即节的尾啊。伊讲啥物？咱要做一个塔，塔拄天，塔会当通到天顶，会通互普天的拢看到咱的能力，咱的权柄。其实伫全世界有真侪古早的帝国，因就是做即种的工作。后来，互人类行过几千年，专制君王迄种严苛的政权的统治。人变做君王的奴才甲奴隶，兄弟姊妹，动机若毋对，统一毋是上帝原本的旨意。原来伫伊的面前，咱嘛问咱家己：伫你的心中，敢有一个巴别塔？无的确有哦，因为有当时咱追求流行，咱追求一个开明，咱追求一个 fashion， 咱甲迄种的流行的甲巴别塔。伫咱的心中，直直塔，直直塔。兄弟姊妹，毋是干那一个社会制度国家。今日这个故事咧讲起，人追求伟大，毋是上帝救助的，毋是。但是动机若毋对，所以牧师伫今仔日要甲恁这青年分享讲，恁已经将这个故事讲了足正确。因为一开始恁讲到，骄傲的人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愿天要上帝帮助咱的囡仔。因会当追求安怎甲耶稣基督同款，因为一个人若动机毋对，伊会误用了这文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知影人的本性，上帝创造人有各种无同款的文字，有语言的文字，有科学的文字，有文学的文字，有艺术的文字。但是人误用了自由意志，人吃人，人欺负人，后来破坏了社会制度。破坏了上帝人民甲公义的本性，所以兄弟姊妹，愿咱通过今仔日个故事，咱会当深思，咱追求伟大过程顶悬，咱敢有误用了上帝所予咱的能力？我感觉秦始皇这个故事真会当甲巴别塔做结合，中国历史中间，大概伫公元200年前到300年前，就是主权的第2世纪、第3世纪，有一个人。伊叫做秦始皇，伫中国文化的过程顶，有真侪咱，包括咱台湾人，咱拢知影即个故事。伊主张即个国家要统一，
所以经过几啊十年的战争，伊打败了6个国家，伊周围的国家。后来伊开始取得这个天下的统一。对迄个时阵开始，这个国家中国，因陷入2000几年的专制的制度。我无要论这个国家安尼是对啊毋对，但是牧师敢会当请问恁，敢毋是全人类、全世界，伫过去的这几啊千年的中间，敢毋是常常有君王、贵族的这种的制度？巴别塔好亲像就是上帝咧甲人类有言，伊讲毋好误用这种要统一，用这种的权柄，因为这毋是一个上帝起所创造，互人甲人中间是一个和平共存的。所以秦始皇这个故事都会到伫这个巴别塔的过程顶悬，互咱看到一项，人若为着要得到统治别人的权柄，主张统一，其实迄是看轻上帝的主权，因为所有的统治的主权只有伫上帝的手中。愿咱伫今仔日圣经的经文顶悬，咱问咱家己：我为什么想要互人学乐？我为什么要成做一个有路用的人？我为什么要追求一个会当更较有价值的活命？我要如何，互我的生命会当发光？兄弟姊妹，伫约翰福音17章，耶稣讲：爸啊，你所交代我的代志，我拢已经做。愿你的囝手所做的工，通荣光天父上帝你的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邀请咱明白这项道理，因为主耶稣留予咱最重要的祝福就是，毋是巴别塔的荣耀。耶稣讲：爸上帝起初所差遣我来进前，我已经甲上帝荣光同在啊！天父上帝将你的荣光搁一摆予我，为什么？因为明仔载耶稣就要面对12个的死刑，伊要带迄个荣光，伊要带迄个勇气、勇敢去行上上帝所予伊的12个的使命。上帝起初所想出的荣耀，早已经伫咱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相信生命是上帝所创造，咱爱明白一项事：咱来到这个世间，无一个人是随便凊凊彩彩。咱爱明白，咱来到这个世间有一个真要紧，上帝互咱出世伫这个世间，是为着要荣耀伊家己的名。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知影，上帝毋是怨妒咱，看不得人好，毋是迄个意思。上帝嘛毋是无爱伊所创造的人类，哪甲闪含因的后代，是真做一个伟大的人类甲能力。毋是，上帝知影讲，人若无谦卑敬畏上帝，伊后来伊会真做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统一毋是圣经中间所讲上帝创造的美妙。上帝创造的美妙就亲像彩虹。伊讲大水了后，伫天顶有一个坑，迄个坑是一个图腾，是一个象征。因为迄个坑原本只有是一条光，光是无色的。咱知影，伫上帝所创造的光谱，后来通过科学，咱发现。伫上帝伫宇宙穿透的，这无论是对太阳来，对其他的恒星，咱也知影科学的人，咱知影上帝创造的这个星球的内底有一种的星是星球，叫做恒星，就是定位伫这个宇宙顶悬袂叮当的。因本身是一个有新的生命，会发光有热量，迄个光穿透宇宙，伫黑暗的宇宙来到台湾。人看到光是为，因为这个地球顶悬外口有空气，空气经过光照过了后，人才看会到光。伫迄个光的中间有无共款，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咧甲咱讲什么？上帝量身定做创造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的。无人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一模一样。就算做是双生啊，我甲我的哥哥，
嘛无人100%完完全全拢一样。所以上帝创造毋是统一的世界，上帝创造兼在是一个多元化，英语叫做 diversity， 也是讲 different ability。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运数，兄弟，伫你的生命内底看到上帝创造的水，这是你的责任，这嘛是你的功课。你伫你的生命内底看到上帝所创造你的迄个有价值的黄金，你就要知影讲，你是上帝的宝贝。所以一样的语言，一样的百姓，因后来追求统一，统一了后就变成国王御用，亲像秦始皇，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若捌去中国的西安，你若看去秦始皇做迄个兵马俑河顶的可怕，一个国王用遐尼侪时间、遐尼侪人力，为着伊将来做一个梦，啊，伊死了啊！但是伊阁建立一个迄个阴间的军队，兵马俑就是安尼。这个国家虽然曾经伟大，但是这毋是上帝看做好，一直到今仔日，中国嘛也未明白讲人每一个人的存在，拢是有价值的。所以中国的制度2000几年来，一直到今仔日，还阁是停留伫迄个专制、君王的统治。君王代替神，所以叫伊的囝叫做天子。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会互咱的真理毋是安尼。原咱伫主的面前，咱听见上帝伊所做，上帝对亚当创造地上万类。后来上帝对这个巴别塔开始，上帝差遣哪的囝儿，往东行全世界，将语言带到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活伫这种的时代。21世纪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的时代，是伫网络顶悬，你看袂到网络遐资讯，但是你享受得到网络遐资讯。伫今仔日，全世界学习对方的语言，就亲像咱台湾人咧学英语，为什么？因为当咱学着言语了后，咱有可能会当用这个工具，就去到真无共款的国家。咱会当伫做无共款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祝福的内底，咱亲像《使徒行传》第2章讲，耶稣的学生因互圣神充满，这个圣神所赏赐因的口才，因就开始讲出无共款的语言。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巴别塔伊的错误无搁再救助咱，但是巴别塔伊的真理要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所以牧师要甲咱分享上少2个祈祷。第一，甲上帝追求讲，甲上帝讨讲。主啊，互我的囡仔真侪有成就的囡仔，但是迄个成就毋是要荣耀伊家己，因为伫今仔日的所在，圣经等者咱会读到，遮个人因若统一，因今仔所想的代志、所计划的代志，就无人会通甲伊动。好本的圣经讲，上帝就混乱巴别的意思，上帝的混乱伊。其实好本的圣经这个翻译是翻译者家己加起来，伫圣经原文内底并无即句，互人混乱，即个混乱即个字。所以拄则咧书会咧读白话字的圣经的时阵，你若甲比较，等一下恁看到牧师拼凑即个比较2种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本上迄毋是讲混乱。上帝所讲的就是，我要设定一个立定界限。因为人若无规矩，因就无节制；人若无规矩，伊就无节制。上帝伫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最要紧就是要教伊的囝儿规矩的功课。上帝设定了，互人类迄种真理的道路通行。所以这条道路巴别伊毋是混乱，伊是要通到上帝迄条路。所以巴别这个名，拄则牧师甲咱解说，伊叫做巴别 L， 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门，天的门。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恳求你，互我明白你所互我的恩赐无共款。咱的教会的存在，咱每一个人嘛拢有无共款的恩赐。咱的中职嘛，各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
有的人有智慧文书，有的人足惊智慧。但是兄弟姊妹，上帝敬咱，毋是敬咱无的，上帝敬咱是敬咱有的。上帝敬咱毋是因为咱的口才，上帝敬咱嘛毋是因为咱的能力，上帝敬咱嘛毋是因为你的经济较好，上帝敬咱是咱有的。你讲牧师，那安尼我有啥？你要去问上帝啊！你有啥？你要去问上帝。有心啦，你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愿意互上帝用，上帝就用咱，上帝就用你。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春天父上帝面前，咱来读这段圣经，创世纪11章第6节的后半段。伊讲，既然因的语言同款，伊来成做一个统一的民族，那安尼，因所计划的代志。这个讲他们所要，这个字叫做 zama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计划。因所计划要做的代志，就没有不成就，就没有不能够做成功的事情。所以古早有一句话叫做“人定胜天”有啊，呀，这个人敢会真正会当胜天？人定胜天是一个鼓励人讲，你爱做，咱的命运毋是控制伫天。无毋对，某一个程度咱有责任，但是人爱有谦卑。伫这个所在，这个字基本上毋是成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白话字翻译做因所要爱做，就无有一项会当禁止。这个原文这个字叫做目差，这个成就也翻做成就也好，翻做禁止也好，这个字基本上意思就是因就无大无小啦，意思就是。对于安尼开始，无有围墙，无有界限，上帝甲人都无分别啦。上帝伫因的目睭前顶悬，就无搁再是一个上帝。这句话大概就是意思。一个人心目中若无搁再有尊敬上帝、敬畏上帝、敬天，伊就无大无小，恣意妄为，无有分寸。大概这句话圣经是咧讲安尼。今仔这个时代人因为科学的成就、经济成就。有一部分的人有这种的危机，就是感觉伊上大，伊无搁再有任何通互伊惊吓甲敬畏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论你的成就有偌大，你知影，上帝是为着人类设定一个分寸。迄个分寸是甚物？分寸就是天顶的星球，有伫大自然的中间，有一个定位。有上帝的力量伫迄个所在，真和谐的运行。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心若无一个节制的能力，咱的心内若无节制，拄则咧讲迄个犯做成就也好，犯做节制也好，兄弟姊妹，伊简单来讲，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人若无分寸，人就毋是人；人若无分寸，人就想要爬上天来甲上帝比较。这个故事就好亲像亚当夏娃听到一个声音，甲伊讲：摕起来食，善恶果，看起来水阁好食。伊讲袂使，因为上帝甲我讲，我袂使食，因为我食我就死。抓到甲伊讲，敢有影安尼讲吗？上帝敢有影讲？上帝惊你比伊较高，上帝惊你有智慧，所以你就知影。上帝讲毋通食的意思。就是讲，食了后，你甲我的关系，死的意思就是断绝啦。你就拒绝和上帝甲你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伊的话会当帮助咱有这种的敬虔的心，讲上帝，无论怎样，我是你所创造的，你伫我的生命中间，你掌管，我愿意将我一生的。这种的主权交伫你的手中。上帝为着咱设定有节制，就是要帮助咱伫人类中间会通进入一个shalom平安、生命和谐迄种的经验。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知影上帝就是上帝，咱无挑衅上帝的主权，咱无为着家己的骄傲来做过头上帝无欢喜的事。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今仔日反省即句话，人怎样会当讲呢？我要做一个塔拄天来荣耀阮家己的命。愿天父上帝将谦卑、敬虔的心
赏赐互咱，总是无互咱离开即种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今仔日这个圣经的八百，八百的意思就是找着上帝的门，按着上帝行。所以兄弟姊妹，我敢会当问恁，今仔日恁来到教会做礼拜时，恁敢有感觉恁甲上帝伫神的圣神的中间来亲近？愿咱无徛伫门外，愿咱是进入上帝的门的内底。因为伫上帝的门的内底，咱就听着上帝的话。伫即个所在，约翰福音第1章伫即个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耶稣讲：恁就要认捌，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恁嘛要认捌，伫伊的手中有永远的活命。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真正的伟大。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法度甲你的囡仔讲，什么种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其实近年来中间，我甲咱讲几个故事嘛，读过几段经文，其中有一个即个美国的囡仔，恁可能也会记得伊的名，叫做 William Bowden。即个人，即个囡仔是伫一个信仰的家庭大汉的，伊伫细汉就决志，伊的妈妈伫生日的时送伊一本圣经，伊就伫圣经的中间写3句话，伊伫上帝面前讲，毫无保留，主啊，我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伫你的手中，勇往直前，无怨无悔。伊伫个圣经讲即3句话，恁敢会记迄个故事？我用迄个故事，敢毋是鼓励恁，安怎教你的囡仔活伫上帝祝福的内底？今仔圣经800的故事，耶稣讲了较清楚。伊讲天父上帝，我对你的阳光来，但时间已经到，我嘛要倒转到你的所在，求你用你的阳光充满伫我的内底，互我嘛阳光伫地上，阳光你的名。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用即句话为你的囡仔祈祷，为了咱的教会祈祷。愿咱的教会伫地上发光，这个光是主耶稣基督。愿咱的囡仔为主发光。迄个光是为着上帝去做无人爱做的代志，去做迄个牺牲的代志，去做迄个甲人分享主的听，行到天边海角的所在。愿上帝祝福咱，互恁的囡仔。我嘛要甲恁讲，遮来中间有一个是你的囡仔，即礼拜牧师、陈牧师，阮拢真欢喜。即阵的囡仔，甲以前的表现有进步。因伫宴会中间尽心尽力，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是人人侍奉的教会，毋是牧师甲中级侍奉，是人人侍奉的教会。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通荣耀上帝。咱毋是要做巴别塔，荣耀得当教会这个名，毋是。咱是要做一个门，就是巴别，这个门要带人到上帝的所在，好无？互得当教会成做上帝的门，互人会当伫即个门看到上帝伫圣殿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对一个小小的民族，对拿阿后来到阿伯拉罕，后来阿伯拉罕到12个支派，约瑟、雅各因到后来，就成做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成做一个行上帝的道路，嘛引带人进入上帝的门的教会，真侪引带人行上帝道路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兄弟，你找到这个门啊吗？巴别塔毋是混乱，上帝要将新的文字、新的语言，要为咱开这个门。主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主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所听兄弟姊妹，愿主甲你拍开这个门，甲你讲，入来，我所听的囝。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的青年伫今年的夏令营，愿你祝福因认真的态度。就是今仔日的青年主日，
阮的囡仔伫这个所在讲一个故事。主，你是将这个故事的错误变做祝福。主，你是将人的骄傲变做谦卑。主，你是一个将混乱变做门。主，你伫今仔日的时间，通过这个戏剧，你要甲阮的囡仔讲话，互因明白，上帝是一个改变错误、真侪应允、差遣、甲祝福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领受，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继续将你圣经话命的话讲互阮听，互阮设定了应该有的界限，用你的话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互阮有规有矩有规矩，做代志有分寸有节制。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活伫你的真理甲道路顶悬。同心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上帝是有怜悯、有温慈、信实的上帝。人类分散了后，上帝搁一摆竞选人类，祝福人类，互咱搁一摆进入伊的恩典。
即时咱来用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246首，圣诗246首。上帝听痛赢过一切，上帝听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请大家起立用全首。请咱准备先来奉献。
请坐。表内请郑牧师。所听的弟姊妹，咱用这条诗歌来请安。咱特别为着伫咱的女北、女中有遐弟姊妹因身躯欠安的人来祈祷。咱嘛为着失去伊的爸爸的姨妈，伊的姨妈的，恁可能知影，即摆咧照顾牧师妈，而且姨妈较早照顾张成七叔娘的姨妈，伊的爸爸伫拜三过身，出外住伫外乡，家己本身无倒倒去参加爸爸的告别式，咱为着遮的人，咱来祈祷。主安少年，阮伫女中女北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阮恳求主你怜悯，阮无都亲自到因的身边来陪伴因。阮纪念结兄兄，就是过去捌伫女北服侍你，也是阮的会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赏赐伊有健康的身躯，主你互伊的身躯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完全恢复正常的开力。阮嘛为着伫跳奥多摆意外发生跋倒的燕江兄，阮感谢你，互伊伫疗伤的过程顶，会通离开家父病房，嘛会通伫主你的怜悯中间，伊恢复勇健到完全。主安为着所有阮中间的身躯欠安的人来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主帮助阮中间阮年长的长辈。互因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有上帝你的圣神所带来上帝你的慈爱，甲你的疼，互因每一日拢充满喜乐甲平安。主安为着台湾所有移工，特别是甲阮有关系伊嘛，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助，这个人离开家己的家庭，来到伫台湾孤单工作，甚至伫家庭拄着变故的时，嘛无法度赶得去。主啊，求你安慰因的心，互因伫主你的怜悯中间，会通得到上帝你的慈爱。主啊，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主你伫网络顶悬，互阮参与即个礼拜，阮的兄弟姊妹，阮每一个人拢伸出祈祷的手的时，阮就承受上帝你拍开你天顶的库房，将阮所需要的能力，将阮所需要的活命的气力，就赏赐互阮。至圣的天父上帝，当阮吟即条耶稣听你的时，愿即条诗歌会通进入每一个人的心神的内底，互人的心得到安慰，也互人的心得到气力甲坚强。主你帮助阮，互阮所讲耶稣听你，毋是一句真粗俗的请安的话，是一句带有愿望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即咱来为着。今日几项代志祈祷。第一项，咱来为着 I Love Taiwan 来 ，We would like to pray for two of you come from I Love Taiwan program, especially who come from Siama and also Joy. May God bless you when you go back to your home and also your country. May God give you the strength and also full of grace.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咱感谢因来参加这个 I Love Taiwan 哈。虽然甲咱多数兄弟姊妹无真侪时间来交陪，是嘛是对这个米索兰来哈。这个 Joyce 伊的爸爸是一个伫韩国牧师，伫这个清迈咧做宣教师哈。咱甲因说多谢欢迎哈。
拄则牧师代替咱的教会，甲因祝福，愿因会当平安对到因的厝吼。Next, we would like to say some prayer for Matthew and also Christina and Oliver. 拜利德甲伊的爸爸妈妈吼，因为因伫即个营会结束了，因就要赶倒去美国，因为因要签刷他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转折，因为对这个西海岸转去到东北吼，美国的东北吼因敢若开车听讲要几个10点钟吼，一礼拜啦吼，毋是几个10点钟这个咱这个兄弟伊爱开车，为着要上帝要赏赐伊一个新的应允的promised land for you in the future. We will pray for you. Okay, let's pray for these two. Let's pray. So, gracious God, we will pray for Matthew and also Ting Ting, Bai Li De. We pray for their future. We also asking your blessing and also mercy for the new coming, new job and also the promised land. Your leading and also blessing them. All they go, all what they do, your blessing, your grace will among them. We are thank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hey join this service and join this summer camp. They pay a lot of to come. We asking your blessing. Return for their willing and also their love and also give you all the grace. Allow them can working in hope, action in hope. We're asking you leading Matthew, driving through all the state to the new home. We're asking you leading Bai Li De when he grow up. We're asking you to blessing their mother and the grandma Huang Zijie. We're asking you leading their family and all is full of your mercy, grace, and also your love, peace. We pray in Jesus' name. And we also pray for I Love Taiwan too, Siama and also Joy. We're asking you leading them peace to back to their home and allow them to grow up and also return to their church, become a youth leader and also your church, leading in your church.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咱来为着疫情祷告哈。疫情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要参加一个国际杯的比赛哈。咱来请疫情来头前哈，咱来为他祷告哈。他是一个地板滚球的这个国际选手哈，咱台湾的代表，咱来为伊祷告，好吧？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疫情感谢你，你互伊找到伊伫你的生命中间，上帝你真水的运数，你互伊通过这个地板滚球找到伊的快乐，也找到伊的存在的这个努力的一个动力。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施阮祝福，互疫情一生一世拢甲主你同行。阮恳求主你伫过来8月中的这个国际杯的比赛。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伊有平静的心，有一个真正是享受迄个比赛。主你互伊伫迄个所在也会当得到上帝你所祝福的好的成绩，互伊会努力得到欢喜。阮伫你的面前将伊交伫你的手，恳求天父上帝帮助，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加油！好。上个月全国第1名。上帝所赏赐的人，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运数，对无？吼。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祷告吼，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好不好？有3次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耶稣爱你，这个很棒，这个礼拜哈，小组长很棒的，尽责任的小组长哈，咱这位来祈祷。
主，阮真欢喜看到善知大汉，阮真欢喜看到伊伫即礼拜认真负责任的表现。主，你通过即个，你互伊来学习。主，你加添伫伊将来人生中间有更较侪的领导的能力，甲负责任的态度。主啊，互伊的生命中间所起的，毋是巴别塔，是一个上帝的道路，上帝的门。主，你通过即个巴别塔的转变，互伊成做一条生命的道路，通探到上帝你的至圣所。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善知祷告，恳求主你使阮伫伊的生日中间，过来会成长的过程中间，每一个阶段拢有上帝你的气力、稳定甲伊三甲伫底。主啊嘛为着所有的生日的，包括家生、包括佩仪、包括素林姐、包括季冠宇、包括洪怡晨，阮恳求主你来祝福因。互因的生日顶悬会当亲自伸手对上帝你来领受你的祝福，互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往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We have a small gift for Siama and also Joyce. Would you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e are very pleased to have you visiting here, and may God bless you for your youth work in your church. It's a very small gift for you, and also it's a boy's color. Okay, this one is for Joyce, and say hello to and say, pass our love to your family and your father. Okay, okay. May I have a photo with you? Yeah, picture. 等一下。Okay, set three. 我们有一个小礼物要给白立德哈，这是他们买了3张机票，专门从美国飞过来参加这个夏令营。So good to have you. Okay. We also welcome you anytime in case you have planning. Welcome to back to Vietnam. OK， 对，包括方芝姐哈、婷婷跟马秀哈，欢迎你们。咁有人这礼拜第一摆来，这2年也第一摆来过哈，是。对，你带爸爸过来哈，您搬来住伫这个路口住家嘛哈，是吧？真欢喜又看到你哈，真欢喜。好，安尼咱来请师父来报告哈，咱来请师父来报告。这时我要来报告，顶主聚会，请咱家己看。本主聚会主日礼拜早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6早时9点到7点半，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互赛后礼拜私会请林安路执事，领诗请妇女团契。抒情请陈美秀执事，书宪甲招待请冯娟执事甲胡素记执事，爱餐请郭依玲老师，新安宫读经表请赵顺师表来领受。集体交通第1，8月12日下午3点，二林区热天的歌声音乐报道福音餐会，地点第2期食味大楼，欢迎大家报名参加。第2，请为所有女娃兄姐的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耶和华以利稳上加稳。第3，请大家为以下生日的人祈祷。奉献报告：
请大家家己看。若想出字，请向会计人员更正。大道事项第一，请为新生欠案的兄弟，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祈祷。第三，请为适婚青年的婚姻代祷。第四，请为姊妹教会代祷，富灵积极祷告大业。报告以上。牧师想要邀请咱大家甲这青年祝福，吼，甲因鼓励。所有青年拢站起来好无？大家甲恁。咱来为因祈祷，吼，咱来为因祈祷。天父，阮深深感谢你，互阮的教会有遮个新的生命。阮看到阮的囡仔成长，阮心中有真侪欢喜甲快乐。主，这毋是阮做牧师长级甲父母，阮所努力就会当做的。主，阮看到因伫你的手中，因的生命得到祝福。阮恳求天父上帝伫因成长的过程顶悬，主你恩上加恩，主互因的品格，互因的思想，互因的意向，拢会通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互因伫当大人的过程顶悬，真正带有上帝你对天灵来你的荣耀，就亲像今仔日主耶稣伫约翰福音内底对阮的祝福。主啊，当阮做上帝你的工的时，主你的荣耀就充满伫因的顶悬。愿天父上帝祝福阮手所做的工，也互阮的青年因伫即礼拜所做夏令营的努力甲祝福，会当互所有社区的囡仔。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拄着极大的欢喜甲快乐。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OK， be seated。这是咱来用上言圣诗，圣诗第511首，圣诗第511首。俄勒上帝至关至尊。俄勒上帝至关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哉，天的万名，永远俄勒白囝圣神，请大家去应全首，因先煞，请曾牧师祝祷。咱同心祈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得避讳。